哈嘍，大家好，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銅鑼灣向來人流密集，晚間行人專用時段更加係遊人聚集嘅熱門地點。不過，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拍低一架市區的士喺晚上行人專用時段駛入記利佐治街一段本應禁止車輛進入嘅路段，其後嘅處理方式更加引起咗現場途人強烈反應。最緊要片段顯示，該的士誤闖行人專用區後，駛至百德新街交界嘅時候被欄杆阻隔。面對前路受阻，司機未有即時停車或者尋求協助，反而打開雙黃燈，突然轉向左邊，將的士駛上行人路，並沿行人路緩慢行駛，返回記利佐治街屬遊閒式街道嘅一段。當時現場仍然有唔少途人，有人即時停低腳步圍觀，亦有人指住的士示意不滿。期間，至少2名男子追上前拍打的士車窗，疑似提醒司機嗰段路屬行人空間，並對佢嘅駕駛行為作出抗議。全個過程持續幾十秒，場面一度顯得混亂。記利佐治街以百德新街為界，分為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同遊閒式街道。喺指定時段內，前者嚴禁車輛進入，目的係保障行人安全同維持人流秩序。事件曝光後，唔少網民關注司機點解能夠喺禁行時段駛入有關路段，亦有人質疑佢選擇駛上行人路離開，存在明顯安全風險。影片喺社交平台引起熱烈討論，有網民形容事件為銅鑼灣夜晚嘅另類風景，亦有人直言呢個行為已非單純誤闖，而係對行人安全嘅漠視。部分留言就建議片主保留時間同地點資料，透過警方或者政府部門作出舉報，希望相關單位正視行人專用區被濫用嘅問題，避免同類情況再次發生。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可以掃影片上嘅2維碼，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多謝大家收睇，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我哋下星期再見。